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第15屆全國運動會喺11月9號嘅晚黑喺我哋廣州正式開幕。你想唔想現場睇比賽呢？你知唔知去邊度買呢啲比賽嘅票呢？我今日呢個視頻就係想話俾你知點樣去買票啦。15運會係喺我哋廣州開幕嘅，我哋係東道主，記得帶朋友們嚟參觀我哋廣州特色嘅景點同埋美食啊！15運會喺廣州賽區嘅比賽項目係比較豐富嘅，佢涵蓋咗田徑、跳水、體操等多個熱門項目，而且集中喺我哋廣州幾個大嘅體育館，比如話廣東省奧體中心體育場、廣州體育館等等。依家我就話俾你知，你點樣喺微信嘅小程序上邊買各種比賽嘅票。記得買完票之後，你一定要帶身份證去睇比賽啊，因為入場要驗證噶。就係微信搜15運會官方票務，首次入小程序嘅觀眾記得點個人中心完成註冊，跟住點賽事購票，揀好心水賽事，再點立即購買，擇定要睇嘅場次同票價，點選座購買，揀好座位後點確定，就會跳去訂單確認頁面，加觀賽人信息，填好資料，選擇攞票方式，睇清楚服務條款，就可以點確認訂單去支付頁面完成交易。嶺南嘅風裏面已經留咗你把吶喊聲。呢場全運盛宴係運動員嘅賽場，亦係我哋每個人嘅主場。我哋喺廣州等風亦等你。